Okay. 好，感謝神俾我哋再一次翻到喺神嘅小會堂有崇拜。咁今日係契日講道啦。咁今日日期係2025年10月12日主日崇拜。咁時間而家就11點鐘上晝。咁我哋做個開始嘅祈禱先，之後我哋有唱詩讚美神嘅時候，之後就交翻俾契日有正道嘅時候。好，我哋做一個開始嘅祈禱。親愛天父，感謝讚美你恩典，俾我哋4位弟兄姊妹能夠再一次喺神你嘅小會堂教會有主日崇拜嘅時間，有仰望天父上帝你嘅時間。親愛天父，今日係契日講道，求你都俾佢得着從你嚟解經講道嘅能力，叫佢預備咗嘅信息內容，即係能夠講出嚟嘅時候，叫聽嘅無論我哋喺小會堂嘅弟兄姊妹，或者係網上收睇我哋講道影集分享嘅謙卑嘅朋友，但係有所得着，被神你説話有所造就，求你幫助契爺。親愛天父上帝，亦都係再一次懇求你係差派你眾天軍天使10營嘅天使都嚟到小會堂呢個地方，同我哋一齊崇拜仰望天父上帝你，求你特別係克制住我同弟兄阿點物自用身體嘅情污鬼，使到我哋兩個人身體情污鬼唔能夠取得任何聯繫連結，喺我哋兩個身體當中互相干犯，或者聯合起嚟入侵契爺同新結或者維心嘅身體。求你講下從你而嚟完全嘅保護同保守，克制住邪靈喺翻我同阿啲身體唔能夠出嚟干擾破壞整個崇拜時間程序嘅進行。親愛天父上帝亦都喺禱告當中再一次紀念到未能夠翻到小會堂同我哋一齊仰望天父上帝嘅力，仰望天父上帝你嘅人，包括姊妹 Mina， 求你都係醫治佢，亦都係繼續趕走佢身體情污鬼大蛇，離開姊妹身體無帶嘅地方，亦都係再一次將傳道人弟兄交託擺上佢哋，保守佢嘅腳能夠盡快得到完全嘅康復，能夠有最好嘅身體狀況去侍奉你，幫助更多有需嘅人。亦都將係遠喺美國嘅哥哥 J 弟兄 S 弟兄亦都係交託父上帝你嘅手中，求你保守佢哋有平安。特別係哥哥係特別都係得到你對佢嘅照顧眷顧，求你保守佢出入都有平安。J 弟兄 S 弟兄佢哋嘅生活都有神你嘅供應，求你都幫助。親愛天父神，但係亦都係將北美洲媽咪佢整個家庭交託父上帝你嘅手中，求你保護保守住北美洲媽咪，唔好容讓俾佢細仔身體邪靈有對北美洲媽咪有任何嘅恐嚇攻擊嘅工作。你若願意嘅，求你都係安排時間，即係能夠藉着契爺去幫助北美洲媽咪嘅細仔驅趕邪靈，求你憐憫。親愛天父上帝，願一切榮耀頌讚歸天父上帝你嘅名。我哋將以下落嚟崇拜嘅時間、唱詩嘅時間，以及契爺講道嘅時間，係完完全全嘅恭敬交託天父上帝你嘅雙手當中，求你親自帶領掌管保守住整個崇拜時間嘅進行。親愛天父上帝，我哋咁樣喺你面前同心合意祈求禱告，恭敬交託仰望，懇求天父上帝你垂聽接納，係靠賴天父上帝你嘅獨生愛子，即係我哋4位弟兄姊妹嘅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祈求，阿門。好，我哋先唱詩先。咁我哋今日唱嘅詩咧就係坐尾少少，係。咁我哋今日唱嘅詩咧就係《生命聖詩》第幾首？476。446首，感謝神。有請詩。我哋唱晒3節啊！好，感謝神賜我救贖主，感謝神豐富預備，感謝神過去的同在，感謝神主上恩庇，感謝神賜溫暖春天，感謝神消除錯境，感謝神抹過我眼淚，感謝神賜我安寧，感謝神透過夢應允，感謝神美夢垂聽，
感謝神渡過了風暴，感謝神豐富供應，感謝神賜我富裕樂，感謝神絕望得位，感謝神無比的慈愛，感謝神無限恩惠，感謝神有光玫瑰，感謝神玫瑰有刺，感謝神賜家庭溫暖，感謝神盼望福祉，感謝神賜喜樂憂愁，感謝神屬天安寧，感謝神賜明天盼望，感謝神永遠不停。好，咁啊，將時間交翻俾契講。好，咁啊，開始今日我哋嘅主日崇拜嚇。今日就2025年10月12號，係咪啊？星期一主日崇拜。咁啊，而家嘅時間咧就11點10分，即係11點2個字，係咪啊？今日咧我就因為下晝約咗個朋友，咁就大家都要將就，咁啊，所以11點我哋又開始今日我哋嘅主日崇拜，係嘛？咁啊，主日崇拜完咗，咁我哋睇下手機同呢個咪嘅電量，夠唔夠？如果夠咧，就即刻連續就做為上帝講見證、論分享嘅呢個事工事奉。咁如果時間同電量都許可嘅，咁我就希望可以喺2點半或者2點9之前，我哋可以結束今日嘅主日崇拜。我哋有2個大事工啊！咁如果電唔夠，或者可能叉一叉電，咁啊最遲3點，我哋都要結束今日嘅崇拜。因為我約咗朋友下晝有啲事情，咁就3點吧，最遲3點，我哋要完全結束。關鍵就唔係在於而家呢個主日崇拜，關鍵係在於下晝崇拜完咗之後，我諗時間應該夠嘅。關鍵係啲電，咁就盡量爭取喺3點鐘之前結束今日嘅主日崇拜。我哋2個大嘅事工 ，OK 啊？咁就今日咧我解經講道，咁啊剛才阿莊你就祈咗禱，咁我就唔重複啦。咁今日咧，我解經講道，我揀選嘅經文咧就勉勉強強係有15節，係咪啊？咁呢個15節嘅經文咧，其實係有2個意境喺裏邊嘅，有2個情景喺裏邊嘅。咁啊，我哋係4位弟兄，係咪啊？4位弟兄姊妹，咁就4、4、16，每人讀4節，阿 D 讀後邊嗰3節，咁啊15節，好嗎？嗱，咁我咁講啦，今日我揀選嘅經文咧就分2個段落嘅。咁其實2個段落咧都喺同一個場景嘅，都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喺現場所發生嘅事，都係主耶穌基督講嘅事情，好嗎？好嗱，今日我揀選嘅經文咧就喺新約聖經路加福音第13章第10節去到17節，呢個係第一個場景。第二個場景就由22節去到28節，咁2個場景加埋咧就有15節，好冇？咁就點講咧？我哋讀出嚟，好嘛？我讀前面4節，第10節去到13節就我讀，跟住阿維森就讀第2 part 嘅4節嚇，如此類推。OK， 好啦。路加福音第13章
第10節到17節。第10節，安息日，耶穌在會堂裏教訓人，即係講道啦嚇。第11節，有一個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彎腰得一點直不起來。12節，耶穌看見，便叫她來，對她說：女人，你脫離這病了。第13節，於是用兩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來，就歸榮耀與神。第14節，管會堂的因為耶穌在安息日治病，就氣憤憤的對眾人說：有6日應當作工，那6日之內可以來求醫，在安息日卻不可。第15節，主說：假冒為善的人啊，難道你們各人在安息日不解開槽上的牛腦，牽去飲麼？第16節，況且這女人本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被撒旦捆綁了這18年，不當在安息日解開她的綁麼？耶穌說這話，他的敵人都慚愧了。眾人因他所行一切榮耀的事，就都歡喜了。OK， 路加福音13章22節，耶穌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經過的各城各鄉教訓人。有一個人問他說：主啊，得救的人少麼？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是不能。及至家主起來關了門，你們站在外面叩門說：主啊，給我們開門。他就回答說：我不認識你們，不曉得你們是哪裏來的。26至28節，那時你們要說：我們在你面前吃過喝過，你也在我們的街上教訓過人。他要說：我告訴你們，我不曉得你們是哪裏來的。你們這一切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你們要看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眾先知都在神的國裏，你們卻被趕到外面，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好啦，今日呢，我揀咗呢15節經文，咁啊分開兩個場景嘅。咁第一個場景呢，就係由呢一個路加福音第13章第10節到第17節，呢度係一個場景。咁就由22節去到28節，就係另一個場景嘅另一件事咯。耶穌講嘅係兩件事，第一件事，第一個情節第10節到第17節係耶穌做緊一件事。第二個場景就耶穌解釋另一件事咯，好過癮嘅喎，係咪啊？好啦，我哋係逐節嚟嚇，一向我都係咁嘅啦，逐節嚟解釋。文字上解釋其實好容易嘅，深層次嘅解釋咧就係要講嘅嚇。阿 D 同你有關嘅今日呢段經文，第一個場景。同阿 D 你同阿莊你都有關係嘅喎嚇。安息日，耶穌喺會堂裏邊講道教訓人。嗱，呢個教訓咧唔係耶穌鬧人啦，即係有好多人去解經啊，一去到有教訓兩個字咧，嗰啲人咧就好叻嘅，就話耶穌係鬧人。耶穌好少鬧人，但係今日呢一 part 經文有冇耶穌鬧人咧？呢兩 part 有嘅，喺後邊嗰一 part 嚇。好啦。鬧人嘅嘢一陣間講，咁咧就喺安息日，今日係咪安息日啊？係啦，咁啊，耶穌喺會堂即係教會啦，但係喺耶穌
在生嘅年代，會堂就唔係教會嚟嘅，會堂係猶太人聚集嘅地方，係咪啊？我唔多講啦，就係我上次有講過嘅，即係同鄉會啦，係咪啊？即係猶太人嘅同鄉會啦。耶穌喺猶太人聚居，唔係喺猶太人嘅會堂裏邊，即係猶太人嘅同鄉會裏邊，耶穌講道。咁點解耶穌會喺猶太人嘅會堂講道呢？原因就係耶穌喺2023年前降生嘅地方就係以色列地，係猶太人嘅地方，所以耶穌係猶太人。衛心契問你，你係咪香港出世啊？咁你係咪香港人啊？當然香港人啦嚇。阿莊你都係啦，阿 D 你邊度出世啊？香港。我都係啦。咁香港如果喺外地，喺外國地方，我曾經見過喺荷蘭有一個香港同鄉會喎，好多係香港人嘅，咁你就係咁嘅意思啦，明嘛？好啦，喺安息日即係星期日，係咪啊？上帝呢係叫所有上帝佢嘅人嚇信上帝，放低喺星期日，放低手上所有嘅工作，喺安息日即係禮拜日嗰日嚟到係去休息，係咪啊？咁好啦，咁禮拜日嗰一日，耶穌就去到猶太人聚集嘅地方，嗰個地方叫會堂，喺嗰度耶穌講道。耶穌講道係教導人同訓練一啲耶穌講嘅道，去點樣去訓練嗰啲行上帝嘅道嘅人，明嗎？啊，好啦，喺現場呢11節。有一個女人被鬼附着，被鬼附咗，病咗18年，好可憐啦！呢個女人係咪啊？被鬼附到點呢？彎低條腰啊，彎到一條腰呢，即係譬如我呢個手指公係直嘅，係一個脊骨，但係呢個女人被鬼附咗18年，係患咗一個病，就係其實鬼整佢嘅，病到點呢？條腰彎低晒。唔可以直翻起嚟，係咪好重啊？係咪鬼整噶？阿 D 呢段經文，被鬼附着，病了18年，你幾多年啊？48年，係咪啊？你有冇彎低條腰啊？冇。不過你有另一個病，我啲鬼搞到你咩病啊？你自己知唔知啊？傻咗啊！被鬼附着48年，傻了48年，你咪就係咁咯。幾多歲入鬼啊？大聲啲！3歲。唔使驚喎，邪靈嚇，你最威啊！入咗阿 D 身體48年嚇。今日我講呢個道啊，順便話埋俾嗰紮垃圾嘅基督徒聽，話埋俾密氏家族聽。話俾密氏家族阿 D 上面嘅6個家姐，嗰一個阿哥。今日聖經講喺會堂耶穌講道嘅時候，有一個女人，耶穌一望就知，嗰個女人被鬼附身附咗18年。今日喺我哋呢個我主耶穌基督嘅呢個小會堂，有一個阿 D 嘅人被鬼附咗。幾多年啊？48年，哇，勁啊！阿 D 比呢個女人多咗30年啊，係咪啊？但係呢個女人咧，嗰條腰骨咧彎低咗彎低咗18年。麥志勇被鬼附，由3歲入到而家阿 D 51歲，附咗48年，係咪啊？你啊搞到阿 D 傻咗48年，係咪啊？回答我一邪靈，係啊嘛？阿莊，你啊今年幾多歲啊？30啦。你幾多歲入鬼啊？2歲。2歲，被鬼附咗幾多年啊？28年啦。比呢個喺會堂裏邊被鬼附嘅呢個女人多咗幾多年？多咗10年啦。聖經講嘅說話係咪好真實啊？麥志勇係48年，比聖經呢個女人多咗30年。
阿莊你係多咗10年28年，係咪有跡可尋啊？有根有據嘅，唔係互聯網上或者真實嘅世界裏邊嗰紮白痴嘅所謂嘅基督徒，冇料嘅牧師，最冇料嘅就係嗰紮神學院院長。啲神學院院長因為冇料，所以教出一班冇料嘅牧師出嚟咯，係咪啊？然後嗰啲冇料嘅牧師咧，喺會堂講道咧，講俾一班更加愚蠢嘅所謂嘅基督徒聽，咪代代相傳，一代傳一代，係傳咩啊？冇料。聖經係咪咁講啊？係咪咁記錄呢件事啊？上邊呢一 part 就記錄耶穌喺安息日喺會堂講道，係咪啊？咁當時就有一個女人被鬼附咗18年，係咪啊？講呢個過程出嚟，係咪講呢個經歷啊？係咪耶穌嘅經歷啊？跟住第11、第12節，耶穌見到啊，耶穌一眼就見到，就叫呢個女人過嚟，係咪啊？叫他便叫他過來，係咪啊？對他說，耶穌對呢個女人說，講咩啊？耶穌對呢個女人講咩啊？女人啊，你脫離咩啊？你脫離呢個病啊，係咪啊？耶穌係咩人啊？神啊！耶穌絕對有權柄。我係做趕鬼侍奉，我就冇權柄嘅。阿弟，你裏邊有鬼出嚟，而家走啊！你好翻啊！我又冇呢種權柄，係咪啊？耶穌有冇啊？有。耶穌一句說話啫，係咪啊？邪靈啊！你出咗嚟我都唔驚你啊！我照樣講道。今日呢個見證，今日我解經呢個道係講緊呢個過程。耶穌講道現場嘅過程啊！有機會咧，你上面嗰6個白痴嘅家姐，冇料嘅家姐，你上面嗰啲姐夫嚇，俾佢睇，你嗰啲親人咧，包括瞓喺你身邊嗰個女人都唔信。今日呢段經文係話俾你上面嗰啲家姐聽，亦都話俾瞓喺你身邊嗰個女人聽，亦都話俾嗰扎白痴嘅基督徒聽。基督徒全部係白痴，我講嘅。12節，耶穌睇見咗之後，就叫呢個女人過嚟。耶穌就對呢個女人講咩咧？耶穌話：女人啊，你脫離呢個病啦。呢個意思就係耶穌就命令嗰啲鬼走。鬼一離開咗呢個人，呢個女人條腰就企翻直，個人可以企翻直。你離開咗呢個病，你脫離咗呢個病，原因就係耶穌係透過你脫離呢個病，鬼就走。因為佢係神，係咪啊？耶穌擁有絕對嘅權力權柄，明嗎？第13節，於是耶穌就用2隻手按住嗰個女人。呢度有一樣嘢我想講啊，耶穌用耶穌2隻手按住嗰個女人，係咪啊？耶穌可以咁做啊，因為佢係神啊，佢係神嘅兒子啊。耶穌2隻手滿有能力㗎，係咪啊？而家呢個世代咧，嗰啲白痴無料嘅嗰啲牧師咧，係唔係啲真係幫人按手啊？其實嗰啲牧師個身有鬼啊！你走去按手，阿莊契爺問你，不如你估啊？你估啊？耶穌有冇邪靈喺身啊？冇啦。耶穌可以啊嘛！而家呢個世代，無論香港、台灣係嘛、韓國、新加坡，甚至外國，嗰啲白痴嘅牧師好中意咧學耶穌真係幫人按手，嗰啲牧師身有鬼啊！嗰啲牧師個身有鬼啊！即係無論佢被呢啲牧師按手嗰啲人身上有冇邪靈都好咧，就算冇鬼變咗有鬼啊！因為嗰啲牧師身上有鬼啊！嗰啲牧師幫你按手，由佢身上啲鬼咪咁入咯。你嗰條送呢隻阿 Garris 俾你嗰個牧師咪呢啲貨咯，係咪啊？幫人按手只有一個人有權柄，就係耶穌基督，其他啲係冇嘅。嗰班白痴嚟嘅，嗰啲基督徒係白痴啊，牧師啊更加白痴啊，不知所謂啊！啲牧師，全世界嘅牧師都係咁啊！我話嘅，我幫你講過有冇按你哋手啊？冇。嗰啲唔係我哋嘅專利啊，嗰啲只有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專利。只有主耶穌基督先有專利，有呢個權柄幫人按手啊！
因為耶穌係神嘅兒子，耶穌係神，耶穌從天上道成了肉身嚟到呢個世界，佢係神嘅形象，係咪啊？滿有神嘅形象同埋神嘅權柄。你唔好話俾我聽耶穌都有鬼啊！不過感恩，我從來暫時都未聽過有白痴嘅基督徒或者牧師話耶穌有鬼，暫時冇，都係值得感恩。但係全世界嘅牧師都好中意玩一個遊戲嘅，我係聽過啊，同佢講，我係學耶穌啊。有一個白痴嘅牧師同我講，因為耶穌都係用手幫人按手嘅，跟住我就粗口鬧落去啊！嗰個係牧師嚟啊！我係唔通你話俾我聽牧師有唔通你話俾我聽耶穌個身有鬼啊？你個身有好多鬼啊！你幫人按手，基督徒係戇居得嚟，牧師啊更加戇居。全世界嘅神學院好多院長都白痴，因為你白痴，你咪教出一班白痴嘅學生出嚟做牧師、做傳道人啦，係咪啊？呢度講好清楚，係咪啊？耶穌睇見咗之後，就叫佢過呢個十節，第13節。於是耶穌就用耶穌佢兩隻手按住嗰個被鬼附嘅女人，係咪啊？他立刻點啊？直起腰來，原因點解啊？鬼走咗，鬼走咗，嗰個女人即刻企得翻起身，係咪啊？就將咩啊？榮耀歸俾神。呢句説話，呢個係形容緊邊個啊？女人。嗰個女人，冇錯，個女人好醒目。嗰個女人就知啊，佢係神。耶穌兩隻手按住佢嘅時候，鬼就走。當鬼一離開咗嗰個人嘅身體，嗰個女人就企翻起身，條腰就切咗啦。係咪呢個情景啊？係咪耶穌趕鬼嘅其中一個事蹟啊？好啦，第14節，管會堂嘅，管會堂一般係咩人啊？管會堂嘅一般係咩人啊？啊？望住我啊！仆街嘅人啊嘛，最賤格嘅人去管會堂啊嘛。管會堂如果用今日個説話嚟講係咩人啊？咪教會執事會嗰班仆街咯，係咪啊？嗰班執事會喺聖經裏邊嗰啲係咩人啊？法利賽人，都係作惡嘅人。好啦，係咪作惡嘅人咧？下回分解嚇。管會堂嘅啲人就因為耶穌喺安息日幫呢個被鬼附嘅女人醫病，係咪啊？跟住點啊？就氣憤憤的對眾人説咯，氣憤憤咁對住會堂裏邊所有人講，氣憤憤嘅意思就係好嬲，係咪啊？管會堂嘅呢一班惡人講咩啊？呢班仆街嘅人講咩啊？有6日係要做嘢嘅，有6日星期一到星期六係要工作嘅，係咪啊？但係嗰6日之內可以有病人嚟可以嚟求醫，喺禮拜一到禮拜六嗰6日裏邊，有人病咗你可以去醫生嗰度求醫，啱唔啱啊？好啦，但係安息日就唔得咯，今日就唔得啦。咁耶穌咧就點樣講咧？15節，耶穌話：耶穌鬧呢班係咩人啊？阿弟你讀。假冒為善嘅人啊！假冒為善啊！宣道會美孚堂嗰班係咪假冒為善啊？嗰班係撲街啊！比假冒為善仲要撲街啊！撲到人家產全宇宙啲街咧，係唔夠俾嗰班人撲嘅。我見執事會嗰啲人唔少啊！最撲街就宣道會呢個教派裏邊嗰啲咁嘅執事啊！特別係美孚堂嗰班係正撲街嚟噶。耶穌話呢班人係咩啊？假冒為善嘅，後邊我加嘅假冒為善嘅撲街人啦。耶穌唔講撲街，我講。耶穌話：主說假冒為善嘅人啊，你呢班係撲街嚟嘅。宣道會美孚堂呢班係撲街嚟嘅。麥志勇上面嘅家姐阿哥係撲街嚟嘅。麥志勇身邊個女人仲撲街啊！難道你哋各人喺安息日唔需要喺馬槽牛槽嗰度餵
餵馬咩？今日安息日，今朝我哋有冇食早餐啊？咁唔通喺安息日我哋唔使食早餐咩？係咪啊？阿 D 你曾經養嗰隻貓，阿金毛，喺禮拜日你使唔使餵佢食嘢啊？要啊，我就咁簡單咯。你會唔會喺禮拜日嗰日唔餵貓啊？唔會啊，你唔餵你老婆都餵啦，係咪啊？耶穌講嘢冇實際。喺安息日你使唔使餵你嗰啲家畜？你屋企啲牲畜食嘢啊？要啊嘛，我哋人都要啦，係咪啊？有冇問題啊？喺安息日食嘢有冇問題啊？冇問題啊！好啦，跟住嚟16節，耶穌啊嚟講咯，況且呢個患咗病被鬼附患咗病嘅女人，佢本嚟係邊個後裔啊？亞伯拉罕嘅後裔啊！佢本來就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好啦，被撒旦捆綁咗18年，被鬼附咗18年，被邪靈捆綁咗佢18年。難道係咪喺安息日就要唔幫佢呢？應唔應該幫佢啊？應該。你餵狗餵貓都喺安息日得啦，點解唔去幫呢個人啊？況且呢個女人係邊個後裔啊？亞伯拉罕嘅後裔啊！咁喺安息日點解唔可以幫佢啊？耶穌講嘢有冇錯？冇錯。啱唔啱啊？第17節，耶穌講呢句説話嘅時候，耶穌嘅敵人都慚愧咗。耶穌嘅敵人係指邊堆人啊？管會堂嘅人。耶穌嘅敵人就係教會嘅執事。耶穌嘅敵人就係教會嘅執事、教會嘅牧師。你唔好以為你係屬神嘅，係咪講得好清楚啊？耶穌先鬧呢班係咩人啊？假冒為善嘅仆街，仆街我講嘅呢班係咪耶穌嘅敵人啊？講得好清楚，17節係咪啊？呢班係仆街嚟嘅，管會堂嗰啲係仆街嚟嘅，係冚家產嚟嘅。最冚家產、最仆街係宣道會美孚堂嗰班仆街冚家產。第一個大仆街沈永康，第二個大仆街呂卓安，第三個大仆街個仆街後咗咩啊？阮德富，呢班係仆街嚟嘅。呢班係咩人啊？阿昌，你再講一次。假冒為善嘅耶穌嘅敵人啊！擺咗個身份出嚟，你唔屬於耶穌啊！你係耶穌嘅敵人啊！啱唔啱啊？眾人喺會堂裏邊所有嘅人，因為耶穌所行嘅一切榮耀上帝嘅事，點啊？都歡喜，大家都歡喜啊！唯獨嗰班仆街冚家產就唔歡喜啦，因為嗰班冚家產，耶穌係定咗佢哋係咩人啊？耶穌嘅敵人，明嗎？第一個情景講完啦，呢個情景係耶穌藉住幫呢個亞伯拉罕嘅後裔呢個女人被鬼附咗18年，被鬼搞到佢病咗18年。耶穌趕佢走嘅時候，嗰班仆街冚家產耶穌嘅敵人，嗰班仆街冚家產教會嘅執事，點啊？耶穌鬧佢哋係咩啊？假冒為善啊！呢班假冒為善係上帝嘅敵人啊！呢班仆街同上帝冇關係啊！翻宣道會美孚堂嗰班仆街，包括李耀勤嗰啲冚家產，係咪又係仆街嚟㗎？絕對係仆街冚家產，全家都要鏟走啊！你班仆街冚家產任由阿沈永康欺負我，你班咪真係主耶穌基督嘅敵人咯？係咪上帝敵人啊？係咪啊？仆你個臭街冚家產！阿黃國成你兩公婆睇住喺身邊企喺度啊，任得沈永康劫我啊！呢班仆街冚家產唔敢出聲喎，係咪上帝嘅敵人啊？呢啲人同上帝有冇關係啊？難為佢仲覺得我哋係被祝福嘅一群，係咪我撚鳩嘅？所以基督徒係戇鳩啊！基督徒
係主耶穌基督嘅敵人，明嗎？邊個講啊？呢個說話同我冇關係啊！白字黑字喺聖經路加福音13章嗰度講晒。另一個情景22節開始點啊？個情景係咩啊？當進窄門啊，要進窄門啊！耶穌呢件事完咗之後，喺會堂講鬼呢件事完咗之後，耶穌就去耶路撒冷嘅路上，耶穌所經過嘅地方就各城各鄉點啊，都係去講道、教導人同訓練耶穌喜悅嘅人，明唔明啊？係訓練佢哋點樣去行神嘅道，點樣要行喺上帝喺聖經裏面教導我哋嘅真理嘅裏邊，係教導並且訓練要點樣可以真正行喺聖經嘅真理裏邊，明唔明啊？第23節有一個人就問耶穌話：主啊，得救嘅人係咪好少啊？得救的人少麼？呢個係問號嚟啊！呢個人好聰明，好有智慧，佢識得咁樣問耶穌：主啊，得救嘅人，如果用我今日簡單嘅表達方法，主啊，得救嘅人係咪好少啊？喂，呢個人問得好有智慧喎，係咪啊？佢唔係問耶穌：主啊，得救嘅人係咪有好多啊？唔係啊，呢個人好聰明啊，所以麥志勇，你要好醒目啊！你俾鬼玩到你個人傻撚咗啊！你係傻啊！你早你同我講嘢，唔係你同我講啊，係你裏邊嘅鬼同我講啊！連寫 WhatsApp 都係你裏邊嘅鬼寫俾我。有一個人問耶穌講：主啊，得救嘅人係咪好少啊？得救的人少麼？係咪好少啊？跟住耶穌喺23節嗰度點講？唔係24節嗰度點講啊？耶穌就對所有嘅人講，即係嚟聽耶穌講道嘅人。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係咪啊？你們包括我哋，而家我哋4位弟兄姊妹。耶穌講咩？耶穌對所有喺度企喺度聽耶穌講道嘅人講咩？你哋要努力進窄門，係咪啊？我告訴你哋係耶穌講嘅喎。耶穌話：我而家話俾你哋聽，將來有許多人，將來有好多人想要進去，將來有好多人想要進去窄門嗰度，但係唔得喎，係咪咁講啊？耶穌係勸聽耶穌講道嘅人做咩件咩事啊？做一件咩事啊？嗱，呢個係講成一個情景咯，努力去窄門，係咪啊？去窄門嗰度係要好努力嘅，係咪啊？再插尾講多一次，有一個人問耶穌：主啊，得救嘅人係好少啊？耶穌話：差唔多呢個24節嘅答案就係啊。跟住耶穌有一句好簡單嘅說話講：你哋要努力向進窄門啊！我而家即係耶穌又再講，我而家再清楚話俾你聽，將來有好多人想入去個窄門嗰度，點啊？都唔得，卻是不能啊，係唔得㗎。好啦，我一貫嘅衰格嘢又嚟咯。其實我係勸好多所謂嘅神學院院長、所謂嘅神學院教授、所謂嘅神學院講師、所謂嘅仆街冚家產牧師、正冚家產，所謂嗰啲冇料嘅，真係讀神學讀出嚟更加冇料嘅。我同你都識啦，咪自用宣道會美孚堂咪有個姓陳㗎？你傻撚咗啊？唔識答我啊？陳咩良啊？你傻撚咗你？嗰啲人讀完神學出嚟點啊？嚇？行開啦！英文都唔識，有咩作威作福咧？
嗰啲人讀完神學出嚟，即係點啊？啊？喺神眼裏邊睇呢啲人，佢係入咩門啊？嚇？唔好講陰間住，我而家講門。耶穌而家講門啊，努力進窄門啦。呢啲人又話讀神學，讀完出嚟攞個身份，你老母唔係話我睇唔起佢啊，英文都唔識，做咩傳道人啊？喺美孚嗰個大樓梯見到我，哎呀，我好主動啊！我話阿乜良，我同佢握手啊，個仆街拎開隻手啊！即係我心諗，我都未鄙視你啊，你憑咩鄙視我啊？啱唔啱啊？呢啲人係去咩門啊？窄門佢唔行嘅，佢哋去中意行馬門。全香港嘅牧師，外國都係啊，佢哋冇興趣行窄門嘅，佢哋中意行去一條咩門啊？馬門拜錢啊！我尋日幫一位姊妹驅趕邪靈嘅時候，嗰位姊妹裏邊嘅鬼仲過癮啊！呢啲人係中意去馬門，仲中意去女人下邊嗰度門。我錯，我今日講咗兩三句啦。即係呢啲所謂嘅牧師咧，唔會去窄門噶，為錢嘅啫嘛。為錢係咪去買馬門啊？全香港嘅牧師冚家產嚟啊！除咗中意去馬門之外，仲中意去女人下邊嗰道門捐入去啊！嗰單嘢叫咩名啊？嗰間咩教會啊？又爆咗新聞出嚟。你上次講嘛，又搞咗教會裏邊嘅女人啊，嚇自己查自己啊，委託第三方啊，間中華牌啊，喺深水埗九江街旁邊啊，係咪啊？好多。又穿教會櫃桶嗰啲係咪馬門啊？中意搞自己教會裏邊嗰啲女人係咪行？中意捐女人下邊嗰道門啊！我就係幫嗰個姊妹驅趕時候，個姊妹裏邊嗰啲鬼爆出嚟，係咪好精靈啊？中意去女人下邊嗰道門嘅，中意揾錢嘅，中意馬門，佢哋會唔會行窄門啊？窄門佢叫你行。第25節。及至到家主，耶穌形容天上嘅父神係家主，係我哋家嘅主人，係咪啊？就係上帝，直到我哋嘅神關上咗去窄門嗰個地方，嗰個門關上咗之後，你哋站喺外面叩門，冇得入窄門咧。嗰啲人喺門出邊做咩啊？搏命敲門，係咪啊？搏命敲門講咩啊？主啊，給我開門！主啊，唔該你開門啦，幫我開門啦！我哋就主就回答佢哋講咩啊？我唔識你哋啊，我不認識你們，不曉得你們是從哪裏來的啊！你呢班仆街，我唔識你啊，係咪啊？即係主喺屋裏邊講咩啊？我唔識你哋嘅，你哋喺邊度嚟我都唔知啊！你哋喺邊度嚟我都唔知啊，係咪啊？係咪咁嘅意思啊？阿慧心係咪咁嘅意思啊？好啦，嗰個時候26節喺嗰個時候，你呢班人冇得入窄門，冇得去天家嘅呢班人講咩啊？我們在你面前吃過喝過，即係我喺神你嘅面前，喺耶穌基督你嘅面前，我同你一齊食過嘢噶，一齊飲過水，一齊食過嘢噶。你喺我哋咩啊？街上教訓過我哋啊！你都喺街上面教訓過我哋噶，即係意思話耶穌你冇理由唔識我哋嘅，係咪啊？即係話呢班人咧，淨係識得咩咧？聽道而唔會行道嘅。第二呢班人咧，只會飲食嘅。係咪啊？即係意思話，主啊，你冇理由唔識我噶噃，係咪啊？你冇理由唔知道我喺邊度嚟噶噃，係咪啊？跟住耶穌就講咩啊？耶穌要講，我而家話俾你哋聽，我唔曉得你哋喺邊度嚟啊！
又要去邊度？嘿，呢句說話好絕啊！耶穌講啊，係咪等住鬧佢哋啊？我唔曉得你們是哪裏來的，我唔知你哋喺邊度嚟啊？係咪？你哋呢一切咩人啊？作惡嘅人啊！口口聲聲話自己係基督徒嘅呢班人，口口聲聲話自己係神學院院長，口口聲聲話自己係神學院教授講師嘅呢班人，即係好似呂卓安呢都唔撲街咯，見到神學院講師係咪啊？原來好似呂卓安呢啲咁嘅人，原來喺耶穌眼裏邊睇你係咩人啊？作惡嘅人啊？點啊？離開吧，離開去吧，趕你走啊，係咪啊？好啦，第28節，你哋要看見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以撒，亞伯拉罕嘅仔係咪啊？雅各係咪啊？雅各應該論輩份應該係亞伯拉罕嘅孫嚟嘅喎，係咪啊？好啦，同埋眾先知都喺邊度啊？喺神嘅國裏邊啊，即係要行呢條窄門，行窄路先可以去到神個國裏邊啊，係咪啊？你哋全部見到啊！你呢班仆街冚家產作惡嘅人，包括呂卓安，你個仆街冚家產。你阿媽同我阿媽係好朋友，你個仆街要我抄聖經，即係原來呂卓安我喺你眼裏邊，我係小學生，我而家我屌你老母呂卓安，吹啊，告我啊！做牧師啊，做到俾一個會友屌你老母啊！你幾仆街啊！你陀到你阿媽，陀衰你阿媽，係咪啊？沈永康，我屌你老母，係咪啊？你陀衰你阿媽，因為你係衰仔嚟，因為你係衰仔個緣故，俾人屌咯。嚟到個阿媽俾人屌，係咪作惡嘅人啊？唔係我講噶喎，邊個講噶？耶穌講。28節耶穌講咩？耶穌話：你哋係可以見到亞伯拉罕，包括亞伯拉罕嘅仔以撒，亦包括亞伯拉罕嘅孫雅各，係咪啊？同所有嘅先知，一眾先知都喺上帝嘅國度裏邊，係咪啊？在那裏冇得入去嘅，即係講呢班眾人見到啊，冇得去天家嘅人，嗰陣時後悔啦。喺門外做咩啊？哀哭切齒，係咪啊？哀哭切齒啊！仆你個臭街宣道會美孚堂，你班我昔日當你哋係弟兄姊妹啊！仆你老母臭街，你班冚家產，睇撚住沈永康蝦我，睇撚住嗰隻淫婦盧薛梅蝦我，你啲仆街冚家產可以一句説話都唔講嘅。李耀勤、林國雄，你兩個仆街冚家產。睇撚住沈永康喺美味街拍我台，你哋唔撚咁出聲。你有冇得去閘門上面嗰個地方啊？係啦，你咪繼續兩公婆喺 Facebook 度擺出嚟啦。我覺得我哋係被祝福一群，好彩你仆街唔家產，你兩公婆寫住我覺得，咪有得你覺得咯。到嗰日你咪知咯，到嗰日你就知啊，咬牙切齒啊，嚎哭切齒啊，係咪啊？你咁笨，你個仆街冚家產，包括我以前嘅團隊，仆街冚家產，你睇撚住係你咁笨，詆毀我呢班仆街冚家產，唔撚會出聲喎。你有冇得去閘門啊？馬門你又有出少個糧啊？係咪啊？咪就咁簡單，清唔清楚啊？清楚。今日其實解經好簡單，你兩位係最好嘅示範，最好嘅見證，係咪啊？呢個亞伯拉罕嘅後裔，呢個女人被鬼附咗幾多年啊？18年。阿莊契又問你幾多年啊？28年。你比呢個女人多10年，係咪啊？麥志勇，你比呢個女人多幾多年啊？30年。係咪活生生嘅見證啊？係咪啊？感唔感恩啊？感恩。你剩翻一撇嘢咋，莊？如果你冇行差踏錯，我寬鬆啲講，唔覺意今年年尾你一定被上帝清明。頂唔順啊？頂唔順而家走都得噶，唔使等到年尾。頂唔順而家走都得噶，唔使等到年尾啊！輪到你係咪啊？
咪智勇你又冇咁快嘅，你又傻撚咗啊！你俾佢玩到你好似嗰個女人，我彎低咗條腰，醒目啲冇事啊！我粗啲講，你唔好再鳩撚屎屎啊！你唔好再縱容你裏邊嘅鬼用你個把口同你手寫嘢啊！邪靈，阿 D 裏邊嘅邪靈，阿莊裏邊殘留嘅大邪靈，阿傳道人係咪清咗靈啊？阿傳道人好謙卑啊！阿傳道人嗰個撲街冚家產，嗰條臭鳩騙子李錦斌，人哋聯絡佢3個月，一粒字都唔覆人喎。李錦斌係咪流嘢嚟㗎？李錦斌咪騙子啊！揸流灘，上帝咪憐憫阿傳道人啊？上帝點解憐憫傳道人啊？謙卑，傳道人佢唔同其他嗰啲仆街冚家產，以為自己讀過神學嗰啲傳道人。Simon，你又唔係牧師，你又唔係傳道人，你又冇讀過神學，憑咩幫人啊？傳道人到今日都冇同我講一句咁嘅説話。傳道人佢係讀過神學嘅，佢係一間教會嘅傳道人。作為傳道人，佢揾阿李錦斌呢條冚家產仆街。傳道人當時唔知李錦斌係滾友嚟，屌你老母！後尾佢梗係知啦。而家聯絡李錦斌3個月，打電話、WhatsApp、WeChat、email 全部唔覆人。後來係由一位政府醫院精神科嘅醫生推薦佢嚟揾我。由我認識佢第一日到今日，傳道人一坐低第一日見面，完全冇 Q 我。阿 Simon， 你又唔係牧師，又唔係傳道人，又冇讀過神學，你憑咩幫我？冇喎。邪靈我有冇講大話？19個月之後。清零啊，係啊，清零。阿李錦斌個撲街冚家產賤精，我屌你老母李錦斌！你做牧師好撚賤嘅，俾我呢個曾經同你一齊去幫人嘅人屌你老母，你係好撚賤嘅李錦斌。你見到阿徐啟安去到最尾啊，分分鐘我幫多徐啟安半年都可以清零。你個冚家產！係咪惡人啊？今日聖經講，淨係問傻仔康俾錢，講個大話，我梗係唔撚信啦！俾錢一個去日本宣教嘅人，唔撚識日文書乜撚嘢，教佢食屎啦，百雞一碌，係咪啊？嗰啲係撲街嚟啊！喺神眼裏邊睇呢啲牧師係神嘅咩人啊？敵人，係神嘅敵人，你呢班撲街死梗啊！李錦斌呢條臭鳩唔係粗口嚟噶，我即係話佢嘅性器官係臭噶。佢知唔知道傳道人清咗靈咯？佢會唔會知道阿傻仔康再幫多少少時間係有機會清埋靈啊？知噶，即刻呃徐啟康帶走徐啟康。邪靈話俾我聽，靈界係咪通噶？阿徐啟康而家生活覺得點啊？人好慘，個人開心嚇？人好慘，鬼又開心。哦，佢人就好慘，鬼佢裏邊嘅鬼好開心係咪啊？邪靈，半夜吱吱望住我，你識唔識阿徐啟康個老婆啊？邪靈，識。阿徐啟康個老婆而家做緊咩㗎？公雞。公雞，哦，做緊公雞。阿麥志勇講啊，定係你邪靈講㗎？貝翼之子講啊，貝翼之子點解你會知道阿徐啟康個老婆做公雞啊？嚇？好出名啊！哦，靈界好出名。哦，阿徐啟康個老婆喺靈界好出名。公雞嘅意思係指咩啊？佢係女人嚟嘅喎。公眾雞。公眾咩雞得啊？賣雞啊？嚇？公眾妓女。哦，公眾妓女。哦，而家淪落到咁啊！阿傻仔康知唔知啊？知。咁點解你會知啊？點解你會知啊？靈界講嘅。阿靈界講嘅，
係咪啊？徐啟係咪啊？麥志勇講嘅，唔係咪志講嘅，邊個講嘅？謝靈界講嘅。邪靈靈界講喎。阿傻仔康知唔知自己個老婆做公雞啊？唔知佢自己唔知。哦，佢自己唔知啊？哦，搞成咁啊！離開咗神係咪啊？報應啊！報應。哎呀！大蛇你知唔知啊？知咩啊？做公雞啦，邊個做公雞啊？傻仔蝦老婆啊嘛。哦，傻仔康老婆做公雞。傻仔康係咪上帝嘅敵人啊？點解傻仔康上帝敵人呢？佢反骨，啊？佢反骨，離開佢，離開上帝。而家嗰條滾友李錦斌有冇繼續幫佢啊？從來都冇，所以佢係戇撚鳩。不過麥志勇比傻仔康聰明好多。佢出賣咗神，出賣咗你啊嘛！佢出賣咗我，出賣咗上帝，咁佢嘅事咯，就係咁簡單。嗰啲人係神嘅咩人啊？神嘅敵人。今日上帝講嘅，係咪啊？阿莊契爺忘記咗有一節經文，係耶穌親口鬧呢啲人係咩人啊？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哋，我從來都不認識你，你呢一班作惡嘅人，離開我吧！喺邊度啊？呢幾節經文？no，唔係呢度，唔係呢一卷書，係好似係馬太福音。第幾章第幾節唔緊要啦嚇。係咪前後呼應啊？馬太福音，耶穌係鬧呢班人，係咪啊？主啊，主啊，主啊，係咪啊？冇理由唔識我。你冇理由唔識你，唔識我啊！耶穌今日仲強調啊，你喺邊度嚟？我都唔知啊！你憑咩入閘門啊？所以我就係幫嗰位姊妹驅趕邪靈嘅時候，嗰位姊妹裏邊嘅邪靈真係好過癮。嗰個姊妹裏邊嘅邪靈講咩啊？佢哋唔會行閘門嘅呢班人，呢班人淨係行馬門嗰條好闊嘅路，係咪啊？佢哋淨係中意馬門，同埋中意去女人下邊嗰道門，咪就係咁，連鬼都睇唔起呢班人。莫講話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啦，係咪啊？係咪好感恩啊？今日我解經講完啦，總結兩句啦。奉勸嗰紮所謂嘅基督徒，個個禮拜返教會嗰班白痴呢，你係信牧師，你比牧師仲要賤啊！因為喺我哋嘅生命裏邊，你當日決志信主嘅時候係信邊個啊？為心你答契爺，信上帝啊！而家嗰啲基督徒唔係信上帝啊，信牧師啊，咪撲街咯！神話牧師唔可以進閘門啊，你班咪跟住咪去行第二道門咯，行闊門，係咪啊？嗰喺馬太福音裏邊講，通往陰間嘅門係闊㗎，所以你哋翻教會係形式嘅啫，係咪啊？哎呀，翻教會睇呢，哎呀呢個牧師好靚仔啊，好似嗰間仆街冚家產，我唔講佢教會名啦嚇，嗰個姓顏嘅叫顏家輝嗰條牧師係幾靚仔㗎？靚仔啊！第一次喺朱學峰嘅屋企幫阿傻仔康，我後尾同佢聯絡，喂，我幫阿傻仔康講鬼，傻仔康裏邊啲嘢爆出嚟咁啊！跟住呢個顏家輝我撚鳩佢同我阿 Simon 唔好中咗魔鬼嘅詭計，屌你老母都做牧師啊！呢啲撲街貨係咪啊？呢啲人同上帝有冇關係啊？冇啊！呢啲係咩人啊？幫魔鬼嘅人，幫魔鬼嘅人係咩人啊？神嘅敵人。係咪啊？即係有啲人咧翻教會睇，哎呀呢個牧師好靚仔，哎呀呢個女人牧師好靚女啊，哎呀樣靚身材正，都撲街同上帝冇關係呢啲人。將來呢啲人咧入唔到閘門，你係信牧師嗰啲人咪跟埋牧師入唔到閘門咯，落去陰間嗰道門咯，就係咁簡單，係咪啊？講完啦，OK。
好，我哋簡單祈個禱嚇。親愛天父，親愛主耶穌，一切榮耀天父上帝，一切頌讚係完全屬乎上帝你嘅名。首先求天父上帝你寬恕我今日講到激動嘅時候，我睇唔起嗰啲牧師，我睇唔起嗰啲傳道人，我更加睇唔起神學院嗰紮院長，唔必能唔計其他嗰啲，全部都係我睇唔起嘅。所謂嘅神學院院長，所謂嘅神學院教授講師，呢班全部喺神你眼裏邊，全部係敵擋上帝嘅，係神你嘅敵人。神啊，我睇唔起呢啲人，所以一講到呢啲，我係嬲噶啦。我嬲，我又禁唔住我把口，用性器官去形容呢班賤人嚟嘅。神啊，求你寬恕我今日為上帝你解經講道，我有少少粗嘅說話。神啊，求你寬恕，亦都求神你嘅智慧係臨到每一位係真心實意、心靈誠實咁去敬拜上帝你嘅人。求神你賜智慧俾佢哋，我更加大膽請求神你賜福俾呢啲心靈誠實咁去敬拜上帝你嘅人。神啊，其實睇我解經講道，亦都有好多朋友或者姊妹私下同我傾偈，佢話 Simon， 其實你解經講道好好，但係控制下你憤怒嘅情緒，唔好講一啲粗嘅說話出嚟，係會有好多人得着。但係神啊，我唔介意啊，因為我口講我心討厭呢啲人嘅說話。其實呢啲人，神你係最討厭，你比我係更加討厭呢啲人。今日嘅聖經結尾，神你同佢哋講咩啊？你哋係咩人啊？我從來唔識你哋噶，你哋喺邊度嚟啊？我都唔知。喺28節，神你嘅結尾就係講將來有一日，呢啲人同樣係見到亞伯拉罕，以及見到以撒，見到雅各，同埋喺神家裏邊嘅眾天知嘅時候，呢啲人就喺門外嚎哭切齒，後悔莫及，但係已經遲噶啦。上帝話：我唔識你啊！喺馬太福音，神啊，你更加講得清楚，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從來都不認識你們。你哋呢班係咩人啊？神學院院長、神學院講師、教授、堂主任牧師、教會嘅執事、顧問牧師，呢一紮冚唪唥都係咩人啊？作惡嘅人。主耶穌話：離開我吧，趕你走，就係咁簡單。神啊，但願今日我解經講道情緒略有衝動，但係我願望我講出嚟，上帝你喺聖經裏邊嘅說話，我解經講道嘅講出嚟嘅說話係蒙神你喜悅嘅，係符合上帝你喺聖經裏邊你要表達嘅真實嘅意思出嚟，而神你係喜悅嘅，我就心裏安慰，我就覺得好安慰。但願今晚有機會睇到我哋今日呢篇解經講道說話嘅內容嘅人，而能夠係用佢嘅心，用佢哋嘅靈，誠實咁去敬拜上帝你啊！神啊，求你賜福俾呢啲人。所有鬧我只係話我嘅，哎呀講嘢好粗鄙嗰啲人，神啊，呢啲人你唔使理佢。但願我講出嚟嘅說話略帶少少粗鄙，但係都求神你使用我今日解經講道嘅說話嘅內容嘅時候，神啊，求你去幫助嗰啲能夠係謙卑喺上帝你面前嗰啲人，去接受今日我講解嘅內容嘅嗰啲人。神啊，求你垂聽，我為佢哋禱告，求神你大大賜福俾佢哋，唔係求神你祝福佢哋，係求神你賜福俾呢啲人，包括我過往教過嘅學生，睇咗之後都求神你大大賜福俾我嘅學生，係我嘅聖經班學生，求神你大大賜福。神啊，我家族裏邊每一個我家族嘅成員，包括我下邊嘅7個細佬妹，我下邊嘅每一位弟父妹夫，包括
我啲侄仔侄女，我嘅外甥仔外甥女，以及仲未識事嗰啲唔計，嗰啲侄孫、外甥孫仔女、侄孫仔女，包括我喺中國大陸嘅嗰位契女睇咗，係接受嘅，係明白嘅，冇怨我呢個阿哥嘅，都求神你完全賜福俾我下邊我家族每一個人，包括我喺美國嘅親人。神啊，求你大大賜福俾佢哋，只要願意接受我呢個阿哥講解今日上帝嘅說話嘅內容嘅每一個我家族嘅成員，求神你大大賜福俾佢哋。你都要包括我喺大陸嘅契女以及契女嘅家庭，求天父上帝你大大賜福俾每一個我家族嘅人，亦都包括我曾經教過聖經嘅我聖經班嘅每一個不分男女我嘅學生，再一次求神你大大賜福俾佢哋。父啊，亦都求神你再一次眷顧住姊妹阿 Mina 弟兄傳道人弟兄，以及北美洲嘅媽咪以及佢嘅家庭，亦都包括喺美國阿 J 弟兄、S 弟兄以及阿美國哥哥，求神你全部一一記掛。每一個我曾經幫佢哋驅趕邪靈嘅每一位朋友弟兄姊妹，睇到我今日解經講道嘅，都願意佢哋翻嚟神你嘅身邊，謙卑喺神你嘅面前，重新去認識佢哋同神你嘅關係，係屬神你嘅呢，定係神你嘅敵人？一一嘅都交託，將每一個朋友交託俾你，求神你一一看顧，並且一一眷顧。神啊，為今日嘅呢個解經講道，多謝神你帶領住我，並且掌管住我，做好咗今日呢一個解經講道嘅呢個侍奉。接落嚟我哋稍稍休息，跟住開始拍攝為上帝你講見證、論分享嘅呢個事工。神啊，一切榮耀，父啊，一切頌讚，係完全嘅屬天父上帝你自己嘅名。父啊，以上祈禱，完全嘅恭敬交託，係靠賴天父上帝你嘅獨生愛子，就係我Simon洪新傑，以及契仔阿莊鄧澤恒、契新抱阿維森，以及認識超過20年嘅弟兄阿 D、麥志玉，我哋4位弟兄姊妹嘅主耶穌基督勝過魔鬼仇敵嘅得勝名字祈求，阿門。感謝神。